妈，儿子，最近咋样啊？你这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，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？我最近挺好的，我出版了一本书嘛，不是？而且，主编前2天还说我马上就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哎呦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！哎呦，今天吧，那个你弟弟在学校跟人打架了，好像是别人说了你什么坏话。哎呀，反正他也没跟我说明白。我弟他没事吧？嗨，他没事儿，妈就是担心你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地打拼吧，可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甭管到什么时候，这身体啊都是最重要的，记住了？我知道了，妈。先挂了啊，妈。我这边加班呢啊。好，拜拜。